歡迎收睇《獨遊軌跡》。第一次獨遊已經係2008年嘅事，至今已經係10幾年啦。一直以嚟我嗰個行程安排都係相當之理想，但係今次咧 make 咗10幾年嚟最大嘅一個 mistake， 就係咧揀咗 Ramadan 齋戒月嚟多哈旅行。喺呢個期間，多哈公眾地方嘅日間嘅時間啦，飲水同埋食嘢咧都係犯法嘅，係一條咧完全唔人道嘅法律。另外不禁懷疑咧，現代人究竟有冇真係了解過宗教背後嗰個意義？而呢一個日子咧，喺10幾年前咧，其實咧已經知道㗎啦，一直都係要提醒自己咧，唔好揀呢個日子咧去經過中東或者去中東旅行。但係今次咧，因為有一張平嘅機票咧，令我腦海裏邊咧完全就冇考慮過齋戒月呢個問題。咁 anyway 咧，呢3日喺多哈嘅行程咧，將會係非常之兇險，亦可以話係咧呢10幾年嚟咧最危險嘅一次旅行啦。咁啊，至於結果如何咧，就記得睇片睇到最後啦。Anyway， 麻煩大家幫我訂閱、分享、留言。Make sure you subscribe，就翻 subscribe、like、comment everything，my God。首先去返我入境當日嘅多哈機場，一粒星都冇，水靜河飛。啱啱喺機場咧就唱咗錢，同埋咧出咗張 SIM 卡啦。咁但係個氣氛咧，你見到咧係非常之肅殺嘅，因為咧我啱啱亦都同客戶服務部即係 Information Desk confirm 過咧，咁呢個機場裏邊咧係冇任何合法可以喺日間飲水嘅地方嘅。但係咧佢係冇任何告示嘅。咁我唔知係咪因為有關當局咧又係想增加嗰個罰款嘅原因啦，所以係咧係冇任何告示。日間仍然有便利店售賣飲品同埋食物，但係唔代表你可以飲同食，千祈唔好中計。買咗一張 Metro 嘅 Day Pass， 展開今日嘅行程。Metro 站內嘅一個指示咧就非常之清楚嘅，一般遊客記得要揀呢個 standard 嘅車廂。多哈嘅 Metro 車站同埋車廂都係非常之華麗。如果單係睇呢一方面咧，同其他已發展嘅國家嘅鐵路咧係冇分別嘅。眼前呢個就係 Metro 站嗰個設計，亦都非常之獨特。身後呢間就係今日咧入住嘅酒店，價值咧係65英鎊1晚，咁啊抵唔抵住咧？咁啊睇埋個開箱咧就知㗎啦。啱啱嚟到酒店放低咗件行李啦，咁同佢哋確認過咧，酒店範圍內飲水咧，即係喺日間啊，咁咧都係legal係安全嘅。嚟到行程第一站卡塔爾嘅 National Museum， 先唔講佢裏邊有啲乜嘢內容，淨係睇佢外圍嗰個建築咧，已經值得我呢個攝影愛好者嚟咧拜訪半日啦。National Museum 嗰個建築嘅設計咧，其實係有一個獨特嘅功能，不過咧要入到去先見到。當日人唔多，唔需要排隊就入到去，喺裏邊睇翻出嚟嗰個景象就係咁樣噶啦。呢個Museum展出咗一啲卡塔爾傳統嘅器皿、紡織品、駱駝嘅配飾，仲有建築材料。提到建築上嘅獨特設計呢，就係方便喺室內呢做投射影像，好有世界博覽會嘅感覺。呢段片呢，直成段 cap 翻去，佢就係敘述翻呢以前嘅卡塔爾人呢點樣騎住駱駝，帶住槍，帶住刀咁樣去打仗。最重要嘅一環，當然就係描述翻卡塔爾點樣將煉油技術現代化，繼而致富。再參觀埋隔離嘅舊皇宮，呢個地方係昔日卡塔爾政府嘅行政中心，而家呢就係卡塔爾嘅博物館嘅其中一部分啦。最獨特之處呢，真係可以入去室內咁樣觀摩嘅，更加可以行上露台影相。
返酒店之前呢，就揀嚟呢一個平民商場去觀摩一下，睇下佢哋平民嘅生活。右手邊嗰個時裝店，嗰啲時裝呢係來自廣州嘅喎。而商場裏邊你亦都會見到好多係 affordable 嘅一啲日常用品，例如呢一系列嘅太陽眼鏡。返到酒店啦，佢嘅室內設計呢非常之吸眼球。然後去酒店嘅餐廳食午飯，因為呢市區嘅餐廳呢大部分都係冇營業嘅。呢間餐廳呢應該都係屬於高次檔嘅，叫咗一個 lunch set， 3樣嘢都係20磅啫，多到食唔晒爭啲。然後馬上開始 room tour， 幾乎呢係冇咩投訴噶啦，亦都係物超所值，因為佢其實都係近地鐵站，亦都係近市區嘅一間酒店，但係個 view 就差少少。我自己就最中意呢張辦公台啦。洗手間同埋浴室比我想象中大，估計呢2晚呢亦都係用唔晒嘅。衣櫃亦相當之企理。跟住就用卡塔爾當地一個 Apps 叫做 Kawa 去 call 車去我行一個旅遊景點，用法就係同大家熟悉嘅 Grab 差唔多嘅啫。call 完車之後呢，你就會喺地圖上面睇到架車仲有幾耐先嚟到。call 車嚟嘅景點就係呢度啦，叫做 Mina District。咁係一啲傳統建築再配上一啲 Marker Room 嘅顏色嘅，可以話係配色同埋建築上嘅一個夢幻組合啊！呢區主要睇2樣嘢，一個呢就係天際線，睇晒多哈主要嘅商業大廈；另外就係以古代建築設計再配上 Marker 顏色嘅商店街。話咁快就日落，今日 book 咗一個 tour， 坐船出海遊船河睇日落。而家咧就上咗呢種叫做包嘅船咧，就準備出海咧睇日落。開始喺多哈嘅海灣享受一個寫意嘅黃昏。呢個 tour 咧可以睇晒咧多哈主要嘅商業大廈嘅。不過唔知點解由呢個角度望出去，我覺得有一個偷渡嘅感覺。今日雖然多咗少少雲，但係咧仍然睇到日落。入黑之後，呢個商業大廈群咧更加奪目，尤其是呢一座 building， 因為咧佢係有一啲投射影像嘅，稍後會再介紹。船程大概2個鐘，辛苦晒呢位勞苦功高嘅船。今日咧喺 Mini District 嗰度咧就有啲小插曲啦，因為咧一嚟到咧就有 security同我講某幾間屋唔影得，跟住咧就唔可以用腳架。咁啊，我唔明點解啦，因為呢個係 public 嘅地方，亦都係一條商店街，咁我唔知點解唔得。但係佢又透露咧，如果我用 iPhone， 咁我就可以用腳架喎。咁但係背後嗰個理據係邊度咧？因為咧我自己咧就係相機加個腳架，我就見到好似有條例咧，好似 tailor-made 為我而設咁樣。而嘅 security 咧，佢係唔肯透露自己嘅公司名啦，亦都俾唔到一啲 written 嘅 information 我睇。咁但係咧，佢就話啦，如果你真係要影嘅話咧，可以 apply license 嘅。咁我所以而家咧就問佢 apply license 嗰個程序係點樣啦。最後問到個 security， 佢哋話佢哋嘅 office 咧聽朝先再開工，咁所以咧我就揾地方食飯先啦。揀嚟呢一間喺魚檔隔離嘅一間餐廳，佢有一個 corner 咧就係整到好似魚檔咁樣，俾你即場揀海鮮即場磅，跟住咧order佢點樣整。同時我亦叫咗一個海鮮湯，餐廳咧仲送咗呢個生食嘅雜菜籃俾我。呢個就係今晚嘅烤魚晚餐啦。Day 2起身食個 buffet 早餐，價值都係大約20英鎊，可以飽到全日㗎啦，基本上。
我又見到呢啲印尼嘅即食麵，以為係裝飾，點知真係有得食嘅。仲有中式嘅菠菜餃。今日延後咗我嘅行程，特登坐的士再嚟多次 Manila District， 問清楚佢哋嘅 Security Office 到底呢一度攝影嘅 policy 同埋申請有關 permit 嘅手續係乜嘢。今日依舊實報一個 security 好嚴密，但係呢又有 security 同我講咧，攝影係唔使 permit 喎。啱啱去咗 security office 度咧，就 clarify 翻嗰個 policy 啦。咁啊，因為咧，琴日係聽咗4個不同嘅版本，最後佢就係話咧腳架係可以嘅，拍 TikTok 可以嘅，iPhone 影相錄 video 都可以嘅。但係如果你嗰個 equipment 係相機，不論大細咧，就要拍拉繩。咁佢嘅嗰個説法就係咧，因為呢度有啲民居，所以周圍都係 secure， 周圍都係 CCTV， 影相咧就要即係用相機影相咧就要拍一個 license， 咁係人都可以拍，唔使錢。咁呢個咧就係 WhatsApp 號碼，叫我 WhatsApp 去呢個號碼咧，就攞一張 application form send 翻去咧。等佢批，咁佢批咗之後咧，咁你 show 翻呢張approval， 咁俾個 security 睇咧，跟住咧你就可以用相機去影相噶啦。不過咧，佢亦都非常之funny啊！佢就話：如果真係你冇 license 又想用相機影相嘅話咧，就可以去一啲冇 security 站崗嘅地方啊。So I have been informed different kind of policies. Okay. I will teach you something. If you want to use this, Yes. go somewhere there is no security. Go somewhere there is no security. Go somewhere there is no security. 咁啊，相信佢係講笑緩和氣氛啦。咁咧就總算咧係clarify 咗啦。咁如果大家真係好想用相機去影相嘅話咧，咁可以首先去呢間公司嘅呢個號碼度啦 ，WhatsApp 佢，咁就攞個 application form 等 approval， 或者咧直情唔嚟呢一區。剛才嗰個 staff 嘅 solution 咧，其實都係 workable 嘅。我的確係揾到一啲位置係冇 security， 又成功用相機影到相。2025年嘅3月13號，我返到倫敦之後咧，就馬上填寫咗呢一份申請攝影 permit 嘅 application form， 當中有我嘅個人資料同埋列出咗將會使用嘅攝影器材，而呢啲攝影器材同我當日嚟旅行嘅用嗰批咧係完全一致嘅。亦都再次表達我係一個遊客嚟攝影攝錄所得到嘅相片同埋影片都係上載 social media 同網友分享嘅，亦唔代表任何商業機構。而我係申請本年嘅4月18日再次嚟到 Manila District 度攝影嘅。不過直至4月18號之前，有關當局完全冇回覆，而我係已經追咗佢4次㗎啦。再綜合埋唔同 security 俾唔同嘅版本俾我，亦都冇人咧出示到一個 written policy。而 Manila District 呢個地方我嚟咗2日，完全係揾唔到一張告示係有關於限制攝影器材嘅，令我不得不作出一個總結，就係其實根本冇一條咁 specify 同埋咁 strict 嘅 policy。呢2日其實都係不同嘅 security 為咗驅趕我，去各自演繹對攝影限制不同版本嘅 policy。從呢件小事睇到喺卡塔爾工作嘅人其實有一種排外情緒，而且為人相當之鬼鼠。不過世界咁大，偶然發現一個地方唔歡迎自己，其實都不足為奇。而既然第2日再次嚟到 Manila District， 就參觀埋呢一個 fish market 啦。用藍色做主色嘅室內設計，再加上呢個色彩繽紛嘅天幕，令人有一種清新脫俗、水藍夢幻嘅感覺。當然亦都有林林種種嘅海鮮，呢個 fish market 完全顛覆咗我對魚檔嘅一個刻板印象。今日透過 Apps 咧指定要 call 一架 official 嘅的士，即係眼前綠色呢一隻，車資稍為貴少少，然後出發去我嘅目的地。Day 2正式行程嘅首站嚟到 Katana Cultural Value 睇卡塔爾嘅古建築。呢個文化村所睇嘅就係阿拉伯式嘅建築設計，而佢亦都係開發成為一個開放式空間，俾旅客自由自在咁樣參觀。剛剛經過嗰個大廣場亦都可以容納不同嘅表演項目。
文化村裏邊亦都有一間清真寺，不過我就唔會入去呢啲地方嘅，但係睇下佢牆身嗰個 pattern 設計，亦都無妨。呢個地方就比較獨特啦，阿拉伯嘅郵票博物館當中展出咗一啲以阿拉伯文化做主題發行嘅郵票，亦都有一啲以足球做主題嘅，但可惜佢係冇產品發售嘅。文化村好快行完，我就去隔離發掘下另外一個亮點，就係呢一間超級市場。一入到嚟就俾佢嘅天幕吸引住，傳統阿拉伯設計嘅天窗，再安裝上不同顏色嘅玻璃，再有陽光投射落嚟，令成個超級市場呢都充滿層次感。設計者果然係有心思，估唔到一間超市都可以透過室內設計變得咁特別。又到午飯時間，不過超市上邊嘅餐廳就冇營業，但係我就坐咗好耐喎，想知點解就睇埋落去。超級市場上面嗰間餐廳冇營業，但係呢個 area 係開放嘅，咁所以呢，我就喺超市度買咗啲飲品同埋零食呢上嚟享用啦。第一次喺呢啲咁高級嘅餐廳裏邊享用零食，感覺都幾特別。睇完古代建築呢，就輪到現代嘅建築啦。之前呢，有提及過一個摩天大廈群呢，其實呢，呢個地方正式嚟講叫做 West Bay。咁今日會介紹幾座呢我最中意嘅大廈嘅。首先係身後呢一座 Qatar Energy Headquarter， 顧名思義即係 Qatar Energy 嘅總部。另外一座多哈 Tower 係 apartment 同埋 office 嘅混合式建築。跟住發現多哈 Tower 呢有一個入口可以入去嘅，唔知底層會唔會有一個細型商場？不過入到去只係一個辦公室大堂。World Trade Center 多哈，顧名思義呢就係國際商業會議嘅聚腳地。講埋身後呢座 Myla Tower， 佢嗰個大廈牆身呢係可以播放影像嘅，咁所以如果你係遊緊船河或者喺邊一啲船望過嚟呢，呢座大廈呢將會係最矚目嘅一座。行埋少少睇，咁呢個物料呢就係呢座大廈愛嚟呢投射或者播放影像嘅一個 material。我覺得呢應該係投射多過播放嘅，因為其實呢佢唔係一個好似電視嗰啲屏幕咁樣嚟嘅。跟住就拜訪多哈嘅一個大型商場，不過商鋪都係大家見慣見熟嘅品牌。由於當時係 Ramadan 嘅日間，所以大部分鋪頭都係休息緊，但係我就要去 H&M 啦。一到嚟 H&M 嘅 fitting room 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就係嚟搞陣冇幫襯嘅，因為而家仲喺日間商場咧，亦都冇劃位俾一啲non-Muslim嘅人咧去飲水，咁所以咧我就用咗呢個辦法咧入嚟呢個空間度咧飲水。嗱，我又犯法啦，而家日間嚟嘅。不過跟住見到一間我又想行，而且又有營業嘅鋪頭，佢就係日本嘅 Daiso 黑板 Seto， 應該係童年噩夢嘅 Seto 字啱，亦都有一啲新幹線嘅模型。Ramadan 日間嘅 food court 水靜河飛，一個人都冇。部分商店呢有營業，不過呢就只做外賣。行商場行到咁上下呢，又有一段小插曲啦，都係同相機有關嘅。正當我喺 food court 度影咗少少嘢之後呢，咁有個實 Q 出嚟呢，就話 food court 係唔影得嘢，但係商場其他地方呢就可以影嘢喎。但係呢，佢又揾唔到一啲 written 嘅 policy 出嚟，咁我就即刻呢就去 information centre 嗰度問過究竟呢，因為佢聲稱 information centre 呢就係佢 security 嘅 supervisor 嚟嘅。咁 information centre 呢，咁啊解釋得就清楚啲啦。咁其實呢係
可以影得嘢嘅，成個商場都係一個 policy， 只要咧我冇影到其他顧客咧，咁就得啦。即係咧自拍啊，或者我而家咁樣拍方咧係可以嘅。但係 food court 嗰個 security 當時咧就係同我講，淨係話 food court 唔認得，咁我令我嗰個感覺咧就話，其實你係想將我趕離你嗰個視線範圍，就多於咧執行你公司嗰個 policy。咁我同 information centre 講完之後咧，亦都係衝翻上去 food court 咧，再同嗰個 security 講一次，就係提到咧你剛才所講嘅 policy 咧，同埋你 supervisor 所講或者你公司所講嘅咧，就並不係咧完全一致啊！咁我就已經 remind 佢咧，下次咧就要 honest 啲啦。咁佢都係 accept 咗我個 comment 嘅。不過其實可能兩個版本嘅 policy 咧都係不存在嘅，再次反映到卡塔爾工作嘅人嗰種排外情緒。行完商場咧就翻到嚟 West 俾你睇摩天大廈嘅夜景。琴晚咧就係搭包咧遠距離咧喺個海上面咧望翻過嚟，咁嗰個燈光咧燈色咧非常之靚。今日咧就近距離睇下，咁睇下嗰個感覺咧有咩唔同。夜間近距離行近呢座大廈呢，就發覺紫色嗰一部分嘅 material 本身唔識發光，光源係來自後邊呢啲 LED 燈。而黃藍色嗰部分應該就係 LED 燈可以由電腦控制播放一啲簡單嘅動畫。今日下晝咧都講錯咗，其實咧就唔係投射，而係咧有另外一啲燈咧喺地下嗰啲咧，咁啊打上去呢啲material 嗰度咧，令到佢遠距離睇到咧，好似自己識發光咁樣，但係其實咧佢係自己唔識發光嘅，係其他燈照落去嘅啫。再跟住嘅景點咧就係亞奇夫市場，咁主要最推介嘅產品咧就包括係一啲手工藝品啦，同埋香料。呢個市集其中一個 icon 咧就係前面呢隻金色嘅大拇指。古代嘅建築設計咧，亦都係呢個市集引人注目嘅地方。右手邊呢座建築物咧，其實就係餐廳林立嘅一條食街。跟住再睇下市集裏邊所售賣嘅產品，不過似乎咧就唔係咁啱亞洲人口味啦。最後揀咗呢間餐廳食晚飯，今晚食嘅就係卡塔爾嘅 buffet。不過我係喺佢結束營業之前嘅50分鐘咧先入座，所以呢一餐咧就食得比較急，不過咧時間勉強都夠嘅，食物質素亦都非常之理想，餐廳嘅服務同埋裝潢咧亦都係值得表揚。第3日嚟到海港嘅另外一部分，亦都係2022年世界盃嘅地標，球迷可能會中意呢度，可能啫。2022年卡塔爾咧就成功咧就舉辦呢個世界盃啊，冠軍咧就阿根廷，而其他嘅比賽賽事咧亦都非常之精彩。剛才揞住把口嗰個演繹咧，其實係仿照2022年德國隊嘅，因為佢哋本身希望咧作賽嘅期間咧就佩戴呢一個支持 LGBT 嘅臂章。但係卡塔爾方面咧就係話如果咁樣做咧，每人咧就先嚟一張黃牌，導致到咧嗰個比賽壓力咧就會好大嘅。最後德國隊咧就並冇帶呢個臂章，但係咧就影咗一張咧揞住個口嘅對相，咁啊諷刺卡塔爾咧係冇言論自由嘅。當年嘅世界盃咧，亦都係應該係首個咧就唔可以飲啤酒嘅世界盃。其實卡塔爾呢個國家咧根本仲未同世界接軌，但係就恃住錢多，咁就希望咧搞國際盛事，搞到咧不倫不類。Actually, Qatar is not ready for the World Cup. They are not qualified. 咁理想嘅天氣配合埋咁宏偉嘅現代建築群，再配埋佢前面嘅一啲傳統船隻，絕對係一個咧妙絕嘅畫面啊！忍唔住要即刻 set up 翻部機，配埋呢個減光 filter， 影翻一張咧水面反光嘅相。行埋個公園就去機場啦！一個咁靚嘅多哈俾一班排外情緒高漲嘅卡塔爾人糟蹋，真係可惜。今日多哈之旅終於結束，而家身在多哈機場，準備今晚飛去河內。
而家已經入咗黑可以食嘢同飲水㗎啦。咁但係我日間咧已經係 check in 同埋過咗關。有一樣嘢先讚一讚嘅先。咁因為咧日間咧多哈機場裏邊咧都有一間 cafe 咧係可以俾旅客入去飲水同埋食嘢嘅，叫做有翻少少人道啊。咁而呢3日咧嗰個危機咧基本上係解除㗎啦。點解我話基本上咧？因為仲有一程機咧，我係河內飛翻去倫敦，嗰時咧都係要停一停多哈，亦都係日間嚟嘅。咁但係大家見到呢條片嗰時咧，基本上咧係已經解除晒任何危機，全身而退㗎啦。咁呢3日咧，其實我就見唔到一啲執法人員咧係因為有啲旅客喺公眾地方度飲水而嚴厲執法啦。咁但係 anyway 我都見唔到有旅客喺公眾地方飲水食煙嘅，反而見過2次。咁但係咧就都好似冇人捉佢嘅。咁唔知會唔會其實有一啲好似香港嘅食環署咁樣匿埋喺耳邊埋伏咧？咁就完全唔知啦。但係肯定嘅就係呢個法律風險咧仍然存在嘅。至於多哈人，即係喺多哈工作嘅人俾我嘅感覺咧，就係服務業又同我有利益關係嘅，當然係非常之殷勤啦。酒店、航空公司、餐飲業或者係司機啊、的士嗰啲，非常之殷勤嘅。但係一啲咧冇直接同佢有利益掛鈎嘅人啦，例如嗰啲 security 咧，俾我嘅感覺咧就係根據佢個詞彙咧，咁其實佢係想將一個擁有專業相機嘅我咧，咁就趕離去一個場地，多於咧去執行咧自己公司嗰個 policy。咁我覺得佢哋咧就唔係咁老實㗎啦，亦都反映咗佢哋有一種咧排外嘅情緒。之前睇過黃明志嗰段 YouTube 片咧，我都見到佢咧因為拍攝咧而同卡塔爾工作嘅人咧有衝突嘅，所以咧我並唔覺得今次我遇上嗰個咧係一個偶然嘅例子啊。暫時只有卡塔爾遇過這麼傻閪的事情啦。至於對於攝影愛好者嚟講咧，都有一個福音嘅，因為咧卡塔爾多哈呢度嘅建築物，不論古代同埋現代，都係非常之吸眼球。你中意影建築物嘅話咧，一定係非常之享受啊！咁但係亦得身邊呢個咧係成為嚟多哈旅遊嘅 visa。考慮晒以上種種各點啦，首先就係嗰個文化衝突啦，就係呢個 Ramadan。雖然咧佢只係 last for 1個月，但係當中係反映咗卡塔爾嗰個文化同埋外界咧，仍然係有一個衝突。如果旅客喺 Ramadan 呢段日子嚟嘅話咧，佢哋所承受嘅法律風險咧，亦都係提高咗啦。而且嗰個身體咧，亦都係受嚴重威脅嘅，因為咧正常人咧就冇可能成個日間唔飲水嘅。再加上我之前所提到有啲人咧，其實咧就唔係咁老實，所以最後我嘅 comment 咧就係不要前往多哈旅行啊，應該係不要前往卡塔爾旅行。麻煩大家幫我訂閱、分享、留言，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旅遊影片。雖然咧就唔關卡塔爾航空事嘅，不過呢啲象徵住卡塔爾嘅嘢咧都係掉咗去算啦。